好啦，呢個時間呢，就係呢個2026年嘅4月12號。咁今日呢，就係沙田絲跑道嘅，有11場馬嘅，12點半開跑㗎嚇。咁啊，呢個今日呢，就係丙午年壬辰月丙辰日，即係龍日嚇。咁龍日呢，就係沖九嘅，相沖嘅生肖今日係9嘅。咁比較旺嘅生肖呢，就應該係鼠啦、猴啦、雞啦呢3個生肖嘅，就會順少少嘅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呢個美伊談判嗰度呢，就係我個人覺得呢，就嘥鬼氣嘅，係啊，同兩個嗰啲野蠻嘅人呢談判呢，根本上係冇結果嘅。講真嗰句呢，站喺我哋國家嘅立場呢，應該係想佢和談成功，係唔想佢哋開戰噶嘛。因為點解呢？兩個國家都係欠緊我哋錢噶嘛，咁啊，梗係想佢唔好打到窮晒啦，或者係冇錢冇能力去還啦，係嘛？而家美國爭我哋中國都成6000幾萬億喎，唔係細個數目字。講真係，佢哋打得越耐呢，我哋中國其實越騰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個好處係佢哋打仗嘅時間呢，就其實啲資金就湧咗入嚟香港嘅。咁啊，呢啲有另一方面嘅好處嚇，我覺得嚇。咁對於呢個特朗普啊、史塔尼亞胡啊呢啲咁樣呢，係冇得講嘅，冇得傾嘅，因為呢兩條友仔係為咗唔想俾國家去告啊。上法庭啊嗰啲咁嘅嘢呢，所以就用打仗呢個方法嚟拖延個時間嘅，拖到佢哋自己冇事咁樣嘅，兩個冚家產嚟嘅，點解搞到個世界流流亂真係。咁啊講翻正題嚇，今日呢就係正如我上次所講啦，其實我雷神未嚟之前呢，我都覺得係其實唔係幾歡迎佢嚟嘅，因為知道個結果係會有出現。上一次最近期呢個賽馬嘅情況出現，即刻出現咗啦，就係呢，好熱嘅，熱到死嘅，就4連環得嗰百幾蚊，有幾場百幾蚊、200幾蚊，哇點玩啊大佬！因為講真嗰句呢，係真係唔歡迎，因為呢本身香港已經有個潘頓呢係壟斷晒嗰個市場性，一季都成100-200場咁樣，已經壟斷晒啦，就係嗰個騎師情況唔得平衡。呢個世界唔平衡嘅話呢，其實唔係幾好嘅，唔係好健康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呢單嘢叫嚟，真係嘅，我哋講嘅，所以呢，就係真係唔歡迎佢嚟嘅，因為係會導致咗個彩池係派彩好乏味。對於我哋呢啲咧大包圍嘅人士嚟講呢，係真係唔係幾好㗎嚇。好啦，咁長話短説啦嚇。咁今日呢，我就介紹2場4連環啦，同埋2、4、6有6隻貼士俾啲老友記嘅去跟進嘅。好啦，第3場我係介紹3號鐵甲燒龍，第4場係9號騰達勇士係雷神騎嘅嚇。第5場係介紹2號維港激流，第7場係介紹4號馬放王，因為呢啲馬係一路跟開嘅4號。第9場係介紹12號呢個太子嘅嚇，呢啲馬係仲未入圍，係要準備追到佢入圍為止嘅。咁第10場就係5號超寫意嘅嚇，呢啲後勁都係好犀利。咁介紹2場4連環啦，就係呢個第3場我就用3號6號雙膽拖嚇。就唔敢用太冷啦，而家真係有2個大哥喺度。第3場4連環3、6拖1、2、4、5、7、9、11、12嚇，每注5蚊就84蚊嘅，呢個係。咁另外就係第7場個4連環就係3號4號嚇，都係有隻熱門㗎啦。就吳方會大冷，吳方會好冷嘅呢4連環就嚇，有1、2千蚊都偷笑。3、4拖2、5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。最近期坦白講，我自己嗰啲4連環呢，有2場7萬幾蚊走雞。咁另外琴日嘅嗰個外國馬呢，尾場嗰8000幾蚊又係走雞，因為唔夠時間去度清楚，所以呢就係冇買4條飛，買咗1條飛，所以導致到呢就冇中到，但係竟然好分到8000幾蚊。有兩隻
熱門入嚟都有8000幾蚊作為個外國碼，所以真係嘥咗嚇。咁希望今日可以順啲啦嚇。好，今日就咁多嚇。